将军，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，将军不敢睁开双眼，莫非怕见了美人就会动摇对明朝的忠心吗？哦哟，搿句闲话非常落实。意思里讲，洪承畴难非想杀有家是一本正经闭拢只眼睛，你不够张开的呀。哪一种呢？你张开眼睛，你对你看一看，你看见一张面孔，就会忘记脱对明日心中。那么洪承畴做牛头对也不要对，案子里标志的面孔是看见的多着。哦，那张面孔像鲜肉饭啊，君子得也不有看不里哒哒的。啪，眼睛张开时。不晓得不好看的，一看么魂飞的，不知啥上好呀！大清朝为石岗标志的女人啊，傻等伢人非要上当美人计啊！君啊，乖，眼睛一闭。将军为何又合上了双眼？可笑啊，可笑！可笑什么？皇太极除了美人计，还是美人计呀！将军此言差也。差在哪里？你怎么知道又是美人计呢？不是美人计，皇太极派你来干什么？来成全将军啊！神经了哇！对，这话怎么讲？将军不是要绝食身亡吗？为国尽忠，我决心已定。可敬可佩。不用夸奖。别个现在也理清一天，跟你长蛮难个哇！那个当然不得噶。杀得那灵犀为要我软噻，所以特地送一壶毒药酒来成全将军，不知意下如何？啊？你现在来送药毒药酒，让我吃子下去死得快点啊！上上去死特拉的。一个来得分扩张的呀。这将军如果不想死，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你当是我哥哥？拿酒来。当真？当真。果然。果然。将军，三思而行啊！少说废话。好。那么张飞打最要抡起来，撒下一杯醉，上水奉上。将军，请。打。将军，现在不喝还来得及。一饮而尽。将军不后悔吗？后悔就不是英雄好汉。真了不起！你是死须灰，飞行山。雷发美名呀！向来这样的英雄，你大清上面面不上。你们没有这样的福分。是啊，君你会根据斗山。中年54，两分细么？那中年54呢？都要追求下去的，差不多的。但是个飞满花甲白起两63分活满满足日。为国尽忠，死而无憾。说得好。领大
你那闲话多得了，你爷娘非难关心的。到家子已经吃下去在那马上就要死着，搿手浪浪等死也要难过呢，被你代代叫上呀。咁哪能总归死人呀？有台没台，屁事不台，还台台没老得着。爷在你评估，娘今年82岁。哎呀，可怜的老太太呀！她发出双翼配儿郎，但是母子都是一面妈。到娘肯定日日夜夜辣辣等待走去哇！谁给我这样一个独养儿子？那是等不着在。搿女人对还是真个对个？你明明晓得我现在心里想没啥猜测，你为了戳我心境，你娘晓得我为国尽忠，开心也来不及。说明他教子有方。搿句闲话为何听听？我是冯家军，父杀夫人有几位？将军有几位夫人呢？你那你家主我也问个了。对，叫上吧。3妻4妾，定是姐姐弟弟妹妹妈，一定美貌贤惠吧？都讲脱个，红人是一个家主妇，个个漂亮。所以到南边嘛，稍微贪玩一点点。我在冯家军。几个小辈呢？2个儿子，3个囡恩。临爱生居三闺房，临来尽都水海川。搿2个儿子囡恩是人人皆好，个个称赞。囡恩经济适合，件件佳能；儿子10年后昌，满腹经纶。哎呀，你上有老，下有小，当中还有3妻4妾。将军啊，你撇下儿女心太狠，不念家计谁空房，你修不够大钱拉你差，你非破一世太花大，那一世么一家那些哪办呢？我要为国尽忠，不可离职。你这个心中，不怕人家讲你对娘生对不孝吗？自古忠孝难两全，尽忠就难以尽孝。将军为谁尽忠？你那个是半日，我为啥人尽忠啊？你分弄清爽，你今朝夜里都来脱个了。当然是为大明皇上尽忠。太不值得了。啊，不是的个，这话怎么讲？明日的情况，你应该比我清爽。设定基人当道，百姓苦难深重，皇帝神秘追杀，国家千疮百孔。为这样的皇帝尽忠，值得吗？这将军，深深似沟水不思
人总有一死，但是死个价值各不相同。有种人死得比他山为重，有种人死得比红牌为轻。将军，你是重于泰山呢，还是轻于鸿毛啊？你搿个是啥等样人啊？哪讲得出这样有分量的闲话？对个呀！现在你个明朝皇帝对内昏庸，忠奸不分，诸葛亮在外头欺谋百姓，官逼民反，李昌王揭竿而起，马上要杀身不尽人。我为这样的昏君，心啥个重呢？如此说来，红尘仇不该死。你是将阿辉已不用，到华秀楼上去别踪杀。大家就已经吃下去了，现在阿拉为啥个用呢？我市里来对那三位清爽点。对个，世界上样样要善于，阿拉要没个。不过也不对，我现在毒药水吃下去，那搿个人骨头又辣辣沁出来了。搿个是灵犀门前的回光返照。哦，对，想到该浪么里太看去。唉，张飞看你上虚多态，错不到这。现在处理对行，时机已经成熟着。将军，你后悔了？来不及了。真的不想死了吗？毒药水要吃下去是问。这倒不妨。啊？起死回生。现在为何不死呀？当然，用啥个办法呢？为行大清用看。只要这样就不死。对。啥道理呢？啥道理嘛？像来这样种身材，你大清早不可多得，随着俺娘来死，跟我哪说的呢？将军，所以方才你喝的不是毒药酒。啊？我刚刚吃的不是毒药醉啊？那么啥个醉呢？吉林百年，人生补酒。吃子下去，反说你现在不死，再搞半个号头，这样我不西天。范强是得胜奉系西农队相会，两个队守了马丁拉下。江氏队里一看，一身女学生子打扮，心里想一热。生命里虽然高不知将军，但是你个心神俱分别呀。奉系，我的字条你看到了吗？奉系队里点点头，隐然那个字条我已经看见着。想我为了你朝思暮想，深仇送别，大姐他告诉你的了吗？神就队里点点头，那个情况大姐竟才告诉我晓得了。哎呀，奉系，想你生出老龙，后门四海。今日里再次相会，你是担心了奉系，受尽了惊吓。昨天你爱我至深，此恩此情，我是感激不尽的呀。那么他颠覆了段子呀？下个早起是我对不起你，你哪非来感谢我呢？所以在这爷爷头。耶，那他弄不懂着，那金子将军官比个五子了孩子。都让对我点点头，爷爷头，啥地方开口呀？哦，
再一声也没动作。现在凤喜心里想就好难过了，开不出口，而且也不晓得我到底啥个心思，南街里哪还讲法子呢？搿么说啊，快点让我向你表明心迹。告诉你，我甚至像从前一样爱你。假使你愿意跟我赚我钞票，你就忙哈子。你两家头只要离开北京，离开雷都市的势力范围，谁可以上说上飞？凤喜，陆一草分手以后，想不到一月之中竟发生如此的变化。怪大叔写信告诉于我，是你逼了心上嫁了将军。我心急如焚回到这里，我虽在大小动来开放于你，我也当面分一口拒绝。但是哪里知晓，神秘桃花风去楼空，门上贴上扫帚的被子，我盖上尘土风雨伤心，面对着两扇大门，我竟痛哭起来了。风声是你是太富贵家将军，负心意比了心。当时你家与许三心恩，天女吹枪为女情情，对是相逢难以对中穷，因为遭遇跟随于死后兵，我们秘密相顾难出声。我去向负重疼，心生于心，
神奉喜啦，你是冒风险出了门，谁弄得为心神？你举手为抽举一件，昨见你姑娘为非比心，我们举心认为是那知心神奉事啦，万事送全，须在地我们双双挑出是非门，一水同饮非无灵袖边上头生魂，可以够奉行，时光来不及了，我彩票已经买好，我们有什么话儿商量，彩子再讲吧。奉行，我们快追吧。听我的自家一番闲话，奉行既不低头，也不言头，只是皱皱眉头。那么你啥个意思呢？不然为难。那范先生对我一片痴心，虽然是我搞不出雷家军，至少你一点点分光我，还是想送人自家一郎爱我，今后跟你一大追。范先生，你也想过，到底追得成功还是追不成功呢？如果出子啥个事体，你哪哈办？我哪哈办？你好几个娘哪哈办？天津的阿叔哪哈办？我屋里向还有一个娘了呀，我为一个复杂起个阿叔，你这里都哪哈办？这样事情到这个地步，门神不想不能够解决问题的呀。那么啥个？打开天窗说亮话，让我到里来讲讲清爽。对妹妹就抬起来嘛。樊先生，总算开口子。哎呀，不对，啥个不对嘛？搿啥称呼不对？开头的事情我范先生，但是自从搭你丁子婚过后，你谁改口见我大爷？听听搿两字粗方不多啊，里向意思大两样的了。先生，张三的是才可以讲个，大爷搿个称呼不还哈结巴结个。简单大意，说明我搭你两口头的关系发生自根本上的变化，而且委屈点了。谁是我这个人啊？从今以后，谁是属于哪个子？来听听，也是大两样。反正是听见搿啥称呼，只觉着突然，只觉着没啥，外加委屈一点点倒退。奉信，樊先生。你让我跟你走，而且车票已经买好了，你的一片好心，我真是说不出的感激。哎呀，凤喜，你为有谁子的客套？难道说你不愿意跟我追了吗？范先生，不是我不愿意跟你走，而是我不能跟你走，不能跟我追。为了什么？为了什么？这到底为了什么啊？看你吃得来各种样子，心里想相当难过，但是有啥个办法呢？范先生，我不能跟你走，原因有很多。范先生，我是生不逢时。
喜，这可不能怪你呀，都是那个将军不好。范先生，本着我拼死把大军。哎呀，凤喜，你不能是你舍不得的呀。我下去了，母亲也没去看后生，所以谁出大许范先生啊，总算开口着。哎呀，不对，啥个不对嘛？搿啥称呼不对？开头的事情我范先生，但是自从搭你丁子婚过后，你谁改口叫我大爷？听听搿两字粗方不多啊，里向意思大两样的了。先生，张三的是才可以讲个，大爷搿个称呼不还瞎结巴结个。简单大意，说明我搭你两口的个关系发生自根本上的变化，而且委屈点了，谁是说我这个人啊？从今以后，谁是属于哪个子？来听听，也是大两呀。反正是听见个啥称呼，只觉着突然，只觉着没啥，外加委屈一点点倒退。凤喜，范先生。你让我跟你走，而且车票已经买好了。你的一片好心，我真是说不出的感激。哎呀，凤喜，你为了谁子的客套？难道说你不愿意跟我走了吗？范先生，不是我不愿意跟你走，而是我不能跟我走。为了什么？为了什么？这到底为了什么啊？看你吃得来各种样子，心里想相当难过，但是有啥个办法呢？范先生，我不能跟你走，原因有很多。范先生，我是生不逢生。
凤喜，这可不能怪你呀，都是那个将军不好。范先生，本着我拼死办大军。哎呀，凤喜，你不能死，你死不得的呀！我下去了。凤喜，你在我眼中还是清清白白、天真烂漫，与日日的凤菊毫无两样的呀。范先生，你是这么说，可是别人会怎么想啊？过去的事，你莫伤心，人魂
先生，不瞒你说，我打定主意是不跟你走的。范家是不得不承认，你个闲话死于胆里。确实，我个家庭是一个巨石的家庭，我个亲戚朋友侪是老南京，应得承认，我到奉系的姻缘真是难上加难。胜过与之，不能强拒。既然如此，那么我们是分水了吧？那如果事情到此为止，那么两家头还是客客气气分水着。把这个顺风喜呢，别去办恩，怕别个子打开拿出来张支票嘛。范先生。虽然我不能跟你走，可是你对我的好，咱们从前的情谊，我永远不会忘记。范先生，这儿有张支票，4000块钱，说不上谢你，也聊表我的心意，你就收下吧。范家是听我的可废话，您这瓜子会得一零的了呀。哦。你傻了不肯跟我追呀？原来你是不舍得起初仰望银行里个牲口啊！好的又都大，这个张支票得上头一口，事情有证。下头看一个细细的头上雷声猛喜，那是我个家乡呀。本来应该是范胜风喜，现在变成雷胜风喜。假使我拿子那张支票，谁得有马特子家乡马特子我个人格？难道说大姐马子风喜进将军公馆，谁是为这个4000块嘛？难道是我为此那一切不够，我连到死也不怕？我的大个帮友，谁是这个4000块嘛？范家是啊，范家是，你长得这么大，为送你几口支票啊？今日里你可开了眼睛的了啊！支票啊，支票！今日呀，今日，你谋力之大，你能没沈家的身子，为能没沈家的良心，世界上的人。都被你这废物的东西害死了啊！死狗！了世界神，原谅你子子孙孙心相认，没了你否则我是那么漏神。了世界神，原谅你弟兄姊妹都好磨，没了你同生不够为我恨恨，遇多少谁做之人心不够。
相争。遇多少差相母难离婚，共生与梦的两边什么小哥哥啊，但是的儿女们岂不知你今日还杀了世纪神。冷世兵，遇多少落尽居住为对杀。他是不迷呀么不迷因，冒雨巨勇我了心能，岂不知你今日还杀了世纪神。马生，翁须想老婚，只言你为么不知言语心声，必出非心声，都是你这今日害杀了世纪神。想我一生再把今夕恨，今世里我开退了真理幕，手捧了你恨你呀心，把你粉身碎骨吃绝人，你是冤枉人，不能再枉人。假使他的气内兵马深深，把那知天之人后的眼里光想，他不肯让我梦君放心，今日谁知下雨贼。费家事啊，费家事，这谁是你的下场？这谁是你的报应啊！谁叫你求大字结束？